好，歡迎繼續翻到嚟咧，就係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嘅現場啊！喺大球場咧，我哋同大家咧係直播嘅，咁啊會播晒所有嘅賽事㗎，咁啊包括咧就係女子組嘅賽事啊。今日咧佢哋咧會有2場嘅準決賽啦，同埋1場嘅決賽咧，都係喺大球場呢度上演嘅嚇。咁啊女子組咧當然係開心啦，因為咧4萬觀眾啊，同咧係喺掃桿埔嗰度打咧，嗰個氣氛啊，真係可以係截然不同啦。咁我哋而家見到咧就係女子組嘅精華片段啦。咁但係好快咧，佢哋咧就係會係上一場咧打呢個準決賽嘅。跟住咧就會進行2場總決賽。咁啊，今年咧就係特別安排咗咧，就係決賽決賽啦，2場銀杯賽嘅準決賽，同埋1場嘅杯賽決賽咧，就係移師到咧就係大球場咧呢度就係進行。咁啊，因為咧女子隊即係女子嘅賽事咧喺香港啊，呢個比賽咧亦都正式咧就係入咗啊國際欖球委員會嘅其中一個嘅比賽嚟嘅。睇睇啦，出場陣容啊，1號嘅加拿大嘅球員啊，基全，2號比維，3號嘅魯斯爾，4號嘅蘭維，5號嘅菲納斯，6號嘅史坦斯，7號嘅麥卓克。另外一邊啊，英格蘭嘅2號啊費殊拿，3號嘅屈莫爾，5號嘅史坦尼福，9號嘅布福特，10號嘅李柏遜啊，11號嘅古斯治，12號嘅格連啊。咁啊，睇得男仔睇咗幾場啦，咁啊睇翻2場嘅女仔嘅賽事啊，咁啊換一換口味啦。澳洲嘅球證帕里特都係用翻女仔嘅球證啊。女仔都可以咧係主持呢個男子賽事嘅球證嘅，不過即係可能跑速方面咧，真係要訓練得好啲啦。好啦，首先呢就係開波加拿大着住紅色衫啊，而家控球權嘅係着住傳統白色衫嘅英格蘭。咁啊睇下女子英格蘭隊可唔可以打持住上一場男仔隊嘅氣勢啊！話咁快啦，菲立5號嘅球員啊，史坦尼福啊，英格蘭嘅隊長啊，為英格蘭嘅球員啊打開紀錄。一個人咧自己咧差唔多跑足半個球場咁滯啊！唔止啦，大半個球場啦。俾佢咧冷手執個熱煎堆啊！呢邊2個 offload 啊，兼且3個 hand off 達陣。附加踢唔入，比數5-0啊！鏡頭捕捉住佢啊，史坦尼福，英格蘭嘅隊長。呢場比賽嘅勝方呢，將會就係對住啊另外一場比賽嘅勝方啊，另一場比賽將會由啊澳洲隊對住美國。英格蘭開咗波。喺女子隊方面呢，其實加拿大呢係一支強隊嚟嘅，亦都呢就係贏過女仔啊7人賽分組站嘅冠軍嘅。傳咗出去大邊，進攻線呢已經排好晒㗎啦。呢邊俾咗基樹呢就係成功達陣啊，不負眾望啊！不愧咧就係你讚佢哋咧係一支水準極高嘅球隊，即刻咧係追翻一個大陣。分數方面又可唔可以超前呢？睇睇個加踢啦。睇翻慢鏡見到咧，其實佢哋加拿大隊控制節奏控制得相當唔錯。咁啊將個波帶咗左手邊，打翻去右邊，
最尾傳咗俾阿基殊啊，做咗個變速。附加踢球就唔入，咁啊比數5-5啊。向前跌波嘅英格蘭控球啊鬥牛啦，控球權屬於英格蘭隊。亦都見到咧，其實啊女仔嘅今次嘅比賽，即係女子組嘅比賽，總共有12隊嘅。咁啊打得入嚟咧銀杯賽嘅準決賽咧，實力都有翻咁上下嘅。咁啊女子咧，佢哋一係咧紮起頭髮啦，如果唔係咧，直情咧就鏟咗佢。咁有好處喎，唔使咧就喺 tackle 嘅時候咧，唔覺意咧就係拉到啊。繼續都係英格蘭嘅進攻，地上真球球證吹罰啦，冇錯，好明顯加拿大嘅球員呢，就冇喺個嘅地上真球上面呢，就係移走啊，向前跌波啦。係啊，呢邊有啲大意嘅失誤啊。但係其實可以見到咧，佢哋即係打咗大概都係4分鐘、5分鐘啦。其實佢哋嘅水準咧，亦都相當之唔錯。場波嘅節奏咧都幾快嘅。難為啦，準備就係碌個波入去，好快過咗去，球證啊！話冇事喎，冇越位啊！比賽繼續啊，英格蘭隊嘅有個機會啊！呢邊咧大家鬥快㗎啦，後邊咧死追住佢啊！呢位6號仔啊，史坦斯啊！呢邊 set 得唔好穩陣啊，英格蘭最尾咧都出咗去啦。呢邊揾人做 offload， 都係接到啊！哎呀，向前跌波啊！冇錯，好容易認啊！呢位球員啊，跛樹拿。都見到佢都手瓜起展㗎。係啊，佢嘅身形咧同可以媲美嘅男子組啊。喺呢邊啊，阿蘭維就要做得好少少啊，因為頭先就係咁樣咧，就係俾英格蘭偷到波。喺個鬥球方面咧，就要加把勁啊，加拿大隊啊。可能喺即係身體質素方面咧，其實加拿大都唔係比咧就係英格蘭嘅強壯啊。今次安全出咗去啦。傳翻去大邊，呢邊就快跑啊！應該係去唔晒啊，要揾人幫手啦。英格蘭隊又係 hold 住佢啦，睇下可唔可以咧？球證係吹罰啦，冇錯啊！呢個戰術亦都相當成功啊！咁啊，因為加拿大嘅球員帶入，咁啊英格蘭嘅防守球員咧就 hold 住佢，唔俾佢咧就係落地啊，或者傳球。睇女子組嘅賽事有一個特色咧，就係我哋喺場邊咧，我哋聽到佢哋嘅即係嗌聲啊，大家溝通嘅聲音啊，因為佢哋嗌得比較大聲，同埋咧個音頻比較尖啊。可能即係男子組一個眼神就大家明白啦。交流嘅控球屬於英格蘭隊。咁啊做下，英格蘭就自己趌咗起身喎。球證咧，即係如果你咁樣做咧，係有權啦，就係俾個自由球啊加拿大嘅。咁啊，球證俾多次機會就係英格蘭。個波咧反而就係轉咗發球啊！控球權落咗喺加拿大手上邊，睇下咧可唔可以趁住啊上半場嘅時間冇晒咧追翻一個達陣啊！入咗呢個達陣就領先㗎啦。反而咧呢邊轉發球做咗個 offload，
呢邊咧好大機會會變成達陣啊！冇錯啦，今場第二個達陣嘅5號球員啊，隊長啊，史坦啊，尼福。加拿大嘅球員依然係好積極咁去做 tackle 啊嚇。咁啊，上半場完啦，雙方咧係英格蘭10-5係領前㗎。睇翻慢鏡，其實依邊咧嘅加拿大嘅控球權嚟嘅，咁喺地上爭球啊！依邊咧就係俾2號球員啊費樹拿偷到啊，做咗 offload， 咁啊呢度要讚一讚9號嘅布福特啊，後上支援做得相當唔錯，亦都造就咗就係史坦尼福今場比賽第2個達陣。加踢都係入埋啊！咁啊英格蘭咧喺上半場領前12-5啊！好，我哋翻嚟現場睇翻啦，英格蘭對加拿大嘅賽事啊。上半場呢，咁啊英格蘭呢緊喺完場前呢係一個達陣呢係領前，咁所以呢而家係12-5啊，係領前緊加拿大嘅。而家進行緊嘅係女子嘅銀杯嘅準決賽，咁啊淘汰賽嚟㗎啦，輸咗啊要翻屋企㗎啦，或者欣賞呢就係餘下嘅賽事。開波唔夠呢就係30秒啦。9號嘅布福特呢，亦都為英格蘭帶嚟5分。今日睇到啦，就係英格蘭隊開波啊！呢邊呢加拿大嘅接法呢，就係做得唔係咁好啊！亦都見到呢，就係費樹拿嘅強烈嘅攔截呢，就係令到加拿大隊失誤啊！呢邊做咗呢，就係一個傳球，傳咗出去。最尾做咗個假剪啊入翻嚟啊！最後咧個波咧就落咗喺布福特手上邊。英格蘭嘅球員啊，相當之合拍啊，好有默契。而家比數咧就係17-5，英格蘭領先緊加拿大嘅。呢邊球證呢就係示意呢加拿大隊會換人啊！加拿大9號嘅球員啊，維路格比呢就係入替。鏡頭捕捉住就係英格蘭嘅教練啊，麥杜克斯。咁啊，加拿大10號嘅華達斯呢亦都係上咗場啦。又係接發球啊！加拿大隊嘅接發球就做得唔係咁好啊！但係比賽繼續啊！呢邊呢就係個波傳咗俾旁證，球證呢最後吹罰翻呢就係向前傳球啊！依球啊！呢邊啊加拿大嘅教練都擰一擰頭啦，達志啊，有乜可能會傳到呢啲咁嘅波啊？完全唔中目標啊！球證吹罰加拿大隊，英格蘭呢就有一個罰球快開傳咗出嚟，俾咗去邊線嘅球員啊！又係佢啊，隊長啊，史坦尼福啊！最尾呢，咁樣呢，傳下傳下個波就落咗喺10號嘅球員啊，李察信手上邊啊！香港賽站第3個達陣啊！呢邊球證吹罰啦，英格蘭快開，傳出去大邊，史坦尼福呢邊咧想做 hand off， 咁啊呢邊咧就係後手，點知咧就係咁好彩傳到俾阿李察信。呢度真係有後眼睇一睇啦，唔知佢有意啊無意啦嚇。咁個加踢咧都係唔入嘅，咁但係英格蘭咧已經夠贏㗎啦嚇，22-5啊！喺下半場咧仲有3分半鐘。
呢邊嘅接發做得唔錯，好似加拿大有啲無力反擊咁喎。傳咗出去大邊，又向前接波啦。呢邊見到都加拿大嘅教練都擰一擰頭啊，好似唔係好順啊一個進攻。加拿大咧睇嚟要集中精神啲啦，時間冇多啦。球證俾咗自由球加拿大隊，因為太快咧就係入呢個鬥牛啊！加拿大隊咧得勢不饒人啦，快開啦！咁啊打咗右手邊冇人喎，呢邊一個對住一個 hand off 咗佢啊！咁啊出邊仲有一個，大概睇唔到啊！呢邊球證吹罰冇錯越位啊！維路格比想快開，但係球證就話咧要喺啊吹罰地點度開波。史坦斯會唔會向前傳球咧？冇錯啦，我哋呢度都見到啊。即係呢啲咧就係冇壓力嘅失誤就係太多啊！加拿大隊呢場比賽啊，呢邊英格蘭啦，亦都俾一啲咧就係主將休息，咁啊後備啊7號嘅金柏拿咧就入替。英格蘭3號嘅屈莫爾就係退下火線。加拿大如果輸呢場波咧，都係佢哋 tackle 方面咧真係出咗問題啊！係咪自己失誤太多啊？係啊，7個 tackle 咧6個 miss 咗，即係話佢哋嘅 tackle 嘅成功率真係好低，只有53%。有機會啦，加拿大。球證吹罰啊，都係啊，就俾加拿大快開，應該唔夠10碼㗎嚇。冇錯啦，俾人得益咧就係英格蘭。呢邊有機會啊，加拿大睇下佢可唔可以把握到啊？打咗左手邊，哎呀，但係咧又係呢啲嘅自己嘅失誤啊！吹罰啊！英格蘭嘅防守球員咧就係冇放開進攻嘅球員，2打1，冇錯啦，終於進攻咗咧，起碼下半場進攻咗起碼一半嘅時間啦，就係終於成功達陣嘅加拿大啊！咁啊，仲要揾翻一個幾靚嘅位置咧，係達陣，咁啊睇下佢可唔可以咧為佢攞埋嗰2分嘅加踢。係啦，冇錯啦，入埋啦。喺呢邊嘅時間咧，就係其實英格蘭嘅罰球攞得太多，入球嘅係麥卓克。咁啊，雖然追翻一個達陣啦，咁啊加拿大依然係落後12-22啊，咁啊時間咧已經係冇噶啦，隨時咧就係會完場。一有死球出現呢，呢場比賽就會完結噶啦。英格蘭接到波就應該會唔會盡快咧？就係想踢出界啊！冇啦，加拿大就冇機會啦，落地唔放波啊！英格蘭順勢將個波踢出界，咁即係代表啦，英格蘭咧順利進入啊女子銀杯賽嘅決賽，將會對住下一場嘅勝方啊澳洲或者美國隊。全場嘅比數啊12-22。咁啊，英國咧係率先進入決賽。Michaela, congratulations. How did you do this? This is a fantastic win. 贏得好天趣利落，好
有咩感覺？佢話咧，即係都落咗好大嘅努力㗎，亦都咧隊員係好合拍。佢話對方咧就係比較有經驗。佢話咧呢個係一個踏腳石啦。咁當然啦，有呢個16年嘅奧運啦，咁大家咧都係希望咧想喺呢啲賽事入邊咧攞到好成績啊，咁並且咧就係爭取啊係去奧運嘅資格。